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回到 Lisa 的听歌学台语系列。娃娃 TV。今天我要来带大家听茄子蛋的《浪子回头》，拢住回逃。那我今天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？因为我上一集《拢溜人》的影片发布之后呢，就有很多小娃娃来留言表示他们想要听《拢住回逃》。那因为我们是民主的社会，少数要服从多数，其实也不一定啊，要看是什么事嘛。所以我这次选了《拢住回逃》要来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烟一支一支在点，酒一杯一杯在打，请你爱体谅我酒量不好，莫甲我创空。烟一支一支的点，酒一杯一杯的干，请你要体谅我酒量不好，不要给我挖洞。这句里面的莫甲我创空里面的买是不要的意思。那关于这个字呢，我查了一下台湾教育部出版的《台湾闽南语常用词典》之后，发现不要的这个买在台语里面呢是这个字，而不是这个字。那在官方歌词里面呢，他们使用的是这个卖字啊。我是不知道他们选用这个字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，还是单纯的只是用同音字而已。不过在台语里面，买是这个字，而不是这个字哦。那除了这个字之外呢，这首歌里面呢也有很多这种选字的问题，我都有把它们单独标出来，所以如果有想要学台语书写的朋友们呢，可以看看哦。好，那我们拉回来买这个字，我说买是不要的意思嘛，那这个不要呢，在台语呢又有两种说法，一种呢是买，另一种呢是没爱。买呢是有一点禁止劝阻的意思，像是你卖差，你明仔载卖来上课。而没爱呢是没有爱的意思，不是啦，没爱呢是不想不要的那种不要的意思啦，像是我不爱吃饭，我不要吃饭，我不爱上课，我不要上课。好，那歌词里面的冲康呢是扯后腿啊、陷害啊、挖洞给你跳的意思。冲康这个词呢，它算是比较口语一点的台语，感觉也比较粗一点，所以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好了，没事尽量少用啦。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，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，有一天咱拢老，煞无行斗阵，拢住回头。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，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，有一天咱拢老，带某囝斗阵，拢住回头。时间一天一天的走，汗一滴一滴的流，有一天我们都老了，带妻儿一起浪子回头。这个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的走呢，字面上呢是走的意思，但在台语里面，走这个字呢，除了走之外呢，还有跑的意思，像是你快走跟你快跑，在台语里面呢都是你紧走。那什么时候要理解成走，什么时候要理解成跑呢？这要看情境啊。像是如果后面有一个人在追杀你的时候呢，旁边有一个人跟你说你紧走，那就是叫你快跑的意思。那如果有一个人很不耐烦的跟你说你紧走，那就是叫你快走、快离开、滚吧的意思。那台语里面有没有走这个字呢？当然有啊。走这个字呢，在台语里面呢叫做行。不过如果要叫一个人快离开的话呢，没有人会说你紧行，而都是说你紧走。你紧行呢，在台语里面呢是叫一个人走快一点的意思。好，那某囝呢是妻儿的意思，某是妻子、老婆的意思。那妻子在台语里面呢，除了某之外呢，还有好几种说法，像是家后。有一日咱若老，找无人甲咱友好。看手跟看呢。我想会有 “gao” 这个词呢，是因为以前的女人结了婚之后呢，都在家里相夫教子，在丈夫背后支持的丈夫，所以才叫做 “gao”。那看手应该就是因为两个人结婚之后呢，应该就是要手牵手的过一辈子，所以才叫做看手吧。那看呢，应该单纯就是看手的简化版吧。所以无品的，无路
爱的、可爱的、缘投的朋友，笨色的、无品的、无路用的朋友，亲爱的、可爱的、英俊的朋友，垃圾的、没品的、没出息的朋友。这两句歌词好多形容词哦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亲爱的、亲爱的、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可爱的、可爱的。可爱这个词呢，在台语有另外一个近义词叫做勾追。勾追呢，也是比较多人用来形容可爱的一个词，像是你就勾追耶，你很可爱。基本上应该很少人会说你就可爱，虽然可能应该还是有了，不过感觉听起来就很奇怪，大家会这样觉得吗？好，那接下来是缘投的，英俊的。缘投的说白一点就是帅啦。如果你在街上或者是菜市场听到一些阿姨说缘投的，那就是在说帅哥，那你就要跟照了，因为他想卖你东西。好，那下一个是笨色的，垃圾的。柯市长说过什么？笨色没分哪粒，垃圾不分蓝绿。好，那没品的就是没品的。你如果看到一个人做很没品的事情，例如插队好了，你就可以说那个人就没品的，那个人很没品，或者是你就没品的，你很没品。好，那最后一个没路用呢，是没用没出息的意思，就是指一个人没用没出息啦。好像不只是可以指人啊，大部分的名词好像都是可以的。像是你可以说我这个笔真没路用，拢写不出来，或者是你可以说阮家的狗真没路用，就没大的，或者是咱的政府真没路用。我无钱无囝，干那一条命，朋友啊，斗阵来搏。伫坎坷的路骑我两公乌多摆，怀着我的人生干那狗屎。我无钱无某无囝，干那一条命，朋友啊，斗阵来搏。在坎坷的路骑我二流摩托车，反正我的人生像是狗屎。我没钱没妻没子，只有一条命。朋友啊，一起来赌吧。D 呢是在的意思，我的妈是底对底加在这的意思。两光就是两光不可靠的意思。它跟中文一样，除了可以拿来形容物品之外，还可以拿来形容人。像是这个医生就两光这个医生很两光，基本上就是跟中文一样的用法啦。OK， 那怀定呢就是反正的意思啦。那反正呢，在台语里面呢也有另外一个说法，那就是欢景，也就是字面直翻啦。怀定跟欢景两个在台语的意思是差不多的，用法也都是差不多的，两个呢也都蛮多人在说的，所以不管你是要说怀定还是要说欢景，应该都是可以的啦。像是这句怀定我的人生干那高赛，就可以改成欢景我的人生干那高赛。听起来也蛮合理的，也不会觉得怪怪的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就是这个歌词里面的两个干那了。怀着我的人生干那高赛，跟我无钱无某无囝干那一条命，这两个干那在歌词里面虽然是用同样一个字，但这是两个意思，在台语里面也有两种写法，当然读法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第一个干那呢，在台语里面呢是这样写的。这个呢是像是，很像是什么什么的意思。例如，这个笔干那是我的，这支笔好像是我的，或者是你干那低嘞，你很像猪。那第二个干那呢，在台语是这样写的，这是只有的意思。例如，我干那有100块，我只有100块。那大家有听出来这两个干那有不一样吗？一个是干那，一个是干那，像是干那，你干那低嘞。而只有呢是干那，我干那有100块。好，那以上就是《拢住回逃》这首歌的歌词教学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词语都学会了吗？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想法，或者是有什么想学想听的台语歌呢，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